7月伫永康所发现的流浪猫，走路一拐一拐，后来艾斯妈妈才发觉是倒边的大腿出现被青断掉的空喙，使人着惊。有关违反上午伫总日顺对来关心侦办的进度，嘛质疑凶器并不是米米弹所写，而是被类似改造手枪的钢珠所伤。强烈质疑是歹徒找流浪鸟的刺青，相当残忍。加上今年台南的至少2件枪击案，犯了跨区刺青，后一个被害者就是无辜的市民。拿改造手枪射击流浪猫，显示歹徒把流浪猫当成一个箭靶。歹徒今天拿改造手枪打流浪猫，明天可能就会拿改造的手枪来打人，甚至以市民为目标来伤害我们的市民的这个生命。手枪的改造已经是台湾治安的另一个隐忧。遗憾的是，目前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一个重视啊。局长，请问要怎么改善这样的状况？那我们现在警察局正积极努力的就是配合全国性的诉枪专案。当这些枪支还没有泛滥之前，我们就主动把它查获，减速枪支。那今年我们减速枪支的绩效还不错在上一波的评比，我们也是全国在名列前茅的。议员进一步表示，安平热门景点水景桥伊安全保护，茫样被米米弹弹甲伤痕累累，教务局也因此投入1000万来修复。议员质疑连公共设施拢成为刺青目标，后一步敢会对人开枪，要求警方加强巡查。但新闻管制杨顺怀采访报道。